但係風神都可以話係全香港最忠心嘅馬師啊，佢哋估計喺我馬房算係最忠心。咁啊幾時都跑得近㗎啦，爭在形勢呢次就話佢跟翻前少少咧，咁啊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咯。同埋今場賽事嗰個步速幫助到佢幾大咧？幫到少少，幫到少少嚇。其實佢都成日都係好被動嘅，不過呢次就話隻馬剎翻少少咧，跟翻前少少，唔使太後追咯。咁啊啱好移出嚟追得到咯，做翻佢自己應該做到嘅嘢。過往你都曾經安排過試跑馬地1650啦，最終轉翻嚟田草1400啦，因為始終都係發現係田草可能啱佢發揮。喺沙田喺亮相圈咧，佢穩定過喺跑馬地啦。行亮相圈嚟入下情緒穩定啲。將來亦都係集中跑翻田草1400。都會啦，都會啦，因為多個選擇嘛，唔係箍死嘅1400，試下咯，增程試下咯會。再次多謝細哥，感謝你。